什麼總要在紙上？跑步為什麼跑到前頭就有獎？默書為什麼跟課文一樣？煮飯為什麼總要落鹽落醋？為什麼冰與茶打仗？為什麼新春會吉祥？爸爸是啞巴，他永遠都不說話。媽媽在插花，他怪我多說話。舉頭為什麼不見月光亮？低頭為什麼不見床前是故鄉？木屋為什麼不算是高尚？山上為什麼不見牧童和唱？為什麼鸚鵡被鎖上？為什麼家家有幾塊牆？爸爸是啞巴，他永遠都不說話。媽媽在插花，他怪我多說話。相宜為什麼只掛在班上？經驗為什麼需要文憑10數張？返工為什麼衫褲襪光亮？小事為什麼竟要落鹽落醋？為什麼俾佢哋吹脹？為什麼海水要斗去量？水晶亦也可跟鑽戒可較量，星星亦也可黑暗裏可發亮。公道為什麼只會在心上？忍耐為什麼妖氣自然就擴張？自私為什麼竟會是專長？輸贏為什麼可以潮源悠長？為什麼3歲定一世？為什麼金要大先夠強？水晶亦也可跟鑽戒可較量，星星亦也可黑暗裏可發亮。公道為什麼只會在心上？忍耐為什麼妖氣自然就擴張？自私為什麼竟會是專長？輸贏為什麼可以潮源悠長？為什麼3歲定一世？為什麼金要大先夠強？水晶亦也可跟鑽戒可較量，星星亦也可黑暗裏可發亮。